讲到淡江大桥，最近是传出着这噪音的问题。当地居民讲，这半年来呢，若准透东北季风，大桥就会呼呼叫，有一寡困眠较歹的人就受到影响。也让相关单位呢，目前也正咧想办法解决。正大声的这呜呜叫的声，是无分日时也是暗时一直出现，而且已经持续要半年啊。淡江大桥暗时5月通车，最近有4户里仔居民反映讲，只要东北季风一口，桥就一直呜呜叫，严重影响生活品质。白天、晚上都一样嗡嗡叫。我听讲是讲伊困袂去，暗时拢爱食安眠药啊。一暗拢食2、3粒嘞，真正是拢有听足大声的，足吵就丢啦。那个好像在鬼哭神嚎这样子，好让他们晚上都没有办法入睡。半年期间就已经有听到声音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。那因为它断断续续的，它可能风的角度是在东北风的时候，它才会听得到那个声音。民众是真无奈，讲这种声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，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，只要风一口就会出现这种噪音，甚至有人都爱食爱困药啊，才有法度困。对这公路桥北区公路新店工电分局表示讲，经过初步勘查，这噪音可能和人行道的手环在东北季风之下产生透风声有关系。那我们这边初步要求是说，设计单位在3月底之前，要找出原因是什么，然后要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对策，在这个时间内来完成相关的一个评估。东北季风来的时候，会有造成这些声音，我们已经在重新检讨，做好整个调整，希望能够在5月份通车的过程当中，这个问题都能够让这些声音降到最低。新港北分局第2月25日是邀请设计和施工团队来做检讨，要求设计公司要参考国外的案例和淡江大桥所处的风向、风速来做评估，暗算会在3月底确认这个透风声产生的原因，而且提出改善的对策，会尽量较紧在通车进程完成改善，避免对民众造成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